呢一份呢係中學文憑試通識科嘅模擬試卷啦。咁我哋睇翻啦，咁呢一條問啲乜先？根據資料一，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港人對身份認同方面嘅情況有邊啲嘅轉變？咁呢一條呢，就係問緊啲香港人啦，對回歸咗中國之後啦，咁佢哋嘅身份上面嘅認同感嘅。咁我哋睇翻啦，咁佢話根據資料一啊嘛，咁我哋純粹睇翻資料一先啦。咁資料一呢，就由97年啦去到06年啦，咁佢一個調查月份同埋年份。咁我哋睇到咧呢度呢係一個 table 嚟嘅，咁啊有樣本人數啦，由500人啦97年嘅500人啦，去到06年嘅1011人嘅。咁喺呢個嘅人數上面呢，有好大出入啦，又上升咗起碼都要1倍嘅。咁我哋睇翻啦，咁香港人啦，中國嘅香港人啦，香港嘅中國人啦，中國人同埋其他唔知道同埋難講嘅。咁呢一度呢，我哋係點樣去分析嘅呢？咁顧名思義啦，其實認為自己係香港人嘅本地居民啦，香港嘅居民啦，其實就認為自己係香港人嘅身份嘅認同感係比較大嘅。咁呢，直至中國嘅身份認同呢，係可以話係可有可無嘅。咁認為自己係中國嘅香港人呢，亦即係話中國嘅身份認同感係比較強大嘅。咁啊，比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呢係細啲嘅。咁認為香港嘅中國人呢，咁啊反之而言啦，咁啊認為自己係香港嘅身份呢，係個認同感係比較大嘅。咁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嘅身份認同呢係比較細嘅。咁完全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啦，冇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存在啦。咁呢個呢，我哋喺中國人呢個 column 就睇到啦。其他唔知道同埋難講嘅都會有。咁呢度呢，就佔比較少數嘅 percentage 啫。咁你睇翻啦，咁由於個樣本人數調查啦，由97年嘅500人啦，上升到06年嘅1011人啦，我哋難以去概括咁講到明就係話上升咗就真係數字上嘅上升，係實質嘅數字嘅上升，而唔係個純粹係百分比嘅上升。咁我哋呢度可以點樣講佢個轉變啊？咁我哋睇翻啦，咁啊香港人啦，咁由97年嘅36% 上升到98年嘅41%，然後跟住下降到去06年嘅23%，呢個都係先升後跌嘅現象。咁我哋呢個答題簿裏面呢，我哋最緊要將啲數字呢升升跌跌呢清楚咁講翻出嚟，然後寫翻佢嗰個上升下跌嘅趨勢，咁啊得㗎啦。咁啊認為自己中國嘅香港人呢，就由23%，咁啊下調到去00年嘅19%，然後跟住上升翻到去06年嘅32%。咁呢個就係先跌後升嘅現象啦。咁等，我哋都可以照咁樣去講翻晒出嚟㗎。咁認為自己香港嘅中國人呢，就由97年嘅19%，咁呢都係上升到06年嘅20%，其實爭1% 嘅啫。咁我哋中間都係升升跌跌嘅，都係講翻佢係一個先跌後升嘅現象啦。咁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嘅呢，就由18% 97年，咁啊上升到去06年嘅24%，咁呢個都係先跌後升嘅現象嚟嘅。咁好啦，咁啊其他唔知道呢，由4% 去到1% 呢，呢個都係有一個先升後跌嘅現象，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話，越嚟越多香港人呢就認清楚自己究竟係屬於邊個界別邊一個身份認同㗎啦。咁好啦，我哋將呢啲升升跌跌啦，同埋佢哋個上升下降趨勢寫翻晒出嚟嘅話呢，咁其實我哋都答完呢條8分嘅題目㗎啦。咁但係另一條題目呢，就佔12分嘅。咁呢一條問啲乜嘢呢？咁啊參考資料1同2，你認為資料1顯示港人對自身身份認同嘅轉變係咪符合一國兩制嘅精神呢？咁時加以解釋12分題嘅。咁好啦，呢一條題目呢，其實我哋睇翻啦，就係話佢問咩叫一國兩制，咁亦即係話我哋喺答題嘅時候呢，要將一國兩制嘅定義呢，要溝翻出嚟先嘅。咁咩叫一國兩制呢？顧名思義就係話我哋認同一個國家嘅身份，咁但係呢，就喺地方上實行唔同嘅制度，咁兩種制度。咁內地實行呢個社會主義，咁我哋香港就實行呢個資本主義啦。咁我哋再睇翻資料2啦。本港某論壇召集人呢，就係一個名為落實一國兩制同港人嘅國民身份上嘅認同嘅論壇上，都坦言啦，就認為部分市民係害怕祖國嘅。咁我哋呢啲咁嘅重要嘅資料呢，就要 highlight 翻佢先。咁你亦都係話國家呢，近20年呢係有好大進步嘅，要解決晒所有問題係唔得嘅。咁呢，亦都承認啦，呢個召集人佢話部分嘅港人啦抗拒承認自己係中國人。呢個係一個歷史問題啦，咁認為呢，一國兩制呢係不變嘅。咁但係呢，一國係遲早
呢個係長久嘅，咁但係兩制呢係遲早會消亡嘅、消失嘅。好啦，咁我哋應該點樣答呢？咁啊，根據翻呢個資料一同資料二，咁我哋睇翻呢就係話，認為自己係香港人嘅個身份認同感呢，由97年嘅36%下降到23%啦。咁但係認為自己係中國嘅香港人嘅身份呢，就由23%上升到32%喎。咁啊，認為自己係香港嘅中國人呢，由19% 上升到20%。咁呢度呢，我哋都體現得到呢，就係話其實認為自己係屬於香港人嘅身份呢，係大過中國人嘅仍然啊。咁我哋睇翻就係23%喺06年嘅，加翻06年嘅中國嘅香港人32%，再加翻香港嘅中國人20%呢。咁其實呢度係超過70嘅。咁啊，70人士都係認為呢，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係比較多嘅。咁至於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呢，係得24%嘅啫。咁所以一國兩制嗰個體現呢，其實暫時嚟講呢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呢，仍然都會我哋見到係有所增長嘅。咁以前由呢一個97年嘅18%認為自己係中國人嘅，今日上升到去06年嘅24%。咁你呢度好清楚咁睇到就係多咗人係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嘅。咁而中國嘅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呢，就由23%上升到去32%。咁顯然啊，咁呢個都係有上升嘅趨勢。咁我哋可以喺結尾嗰度亦都講明就係話，中國人啦嘅身份認同啦，喺香港裏面嚟講呢係有所增長嘅。咁暫時嚟講呢，去到06年為此間呢，我哋係仲未睇得到一國兩制精神呢係完全展現嘅。咁我哋可以喺答題裏面可以詳寫呢個嘅point 啦，呢個嘅分啦。咁好啦，我哋再睇翻其實就係話咁多個數據裏面暫時我哋係可以睇得出就係話認為自己香港人嘅身份呢，23%、32%、20%，超過70嘅。咁所以我哋可以好斷言咁講話，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呢個感覺呢係比中國人嘅身份認同感係大嘅喺香港裏面，係啦。咁所以我哋答足晒呢啲咁樣嘅point 啦，同埋呢啲計算嘅方式同埋呢啲嘅定義嘅話呢，咁喺呢個12分嘅考試題目裏面呢，其實都可以攞足8、9成分數㗎啦。